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今天也是特别的日子，是我们的荣光堂的生日，59岁的生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周年的纪念，我们也能够看到教会继续往前迈进。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灵性也要继续的成长。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也为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都能够为主所使用。那贴心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请大家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来戴着口罩。那假如没有戴没有关系，我们在1楼招待桌的地方也有因为疫情又开始影响，那我们这个是没有硬性要求，但是希望我们为了保护大家，尽量我们都还是以能够佩戴口罩为主愿上帝帮助。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今天的服事，还有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稳定，能够来使用，被上帝来使用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得享安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现场跟线上的弟兄姐妹都一起蒙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崇拜。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同心来祷告。
天父上帝，今日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赞美、感谢与祈求。愿你的话语临到，使我们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你的作为远超过我们所想所知的。求你赐我们智慧与受教的心，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知道你对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求你帮助我们甘心地顺服你，使我们所行合乎你的旨意，让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以心灵粮诗选第44首《圣哉，圣哉，圣哉》来敬拜我们的主。心灵粮诗选第44首《圣哉，圣哉，圣哉》。我们请会众来起立，我们同来唱。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唱到第3节的时候，一个短短的间奏。圣哉，圣哉，圣哉，天能的主宰，听唱欢悦歌谣，高声颂主圣名。圣哉，圣哉，圣哉，请仍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身体复活，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荣耀颂。
请坐。我们现在以起应的方式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第9篇9到20节。诗篇第9篇9到20节，请看投影片私会与会众的起应和是如何分配的。诗篇第9篇9到20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因为那追讨流血人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愿上帝的话语常留在我们的心中。现在我们一起为下面的事项来祷告。你可以参阅我们的周报第2页。主啊，我们为非洲国家奈及利亚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台南卫理堂吴东泰牧师来祷告，也为该教会的奉献能够充足，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的身心健康来祷告。主啊，我们恳切地为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愿战火止息，和平能够早日的降临。我们为我们的青年学子进入期末考周，他们能够有好的体力与智慧来祷告。主啊，我们心中所求的你都知道，愿你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现在我们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由高嘉锦姐妹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32到49节，教会圣经285页。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1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第2处经课在新约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教会圣经42页。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以上是上帝的话。现在有特别的献诗，有喜乐手中团，他们要演奏的是《Amazing Grace》，奇异的恩典。
有人鼓掌，却停住了呢？赞美我们的神。我的先生他在华盛顿呢，有那个浸信会啊，他们的敬拜赞美有一个礼拜就是手中团带敬拜的，全程大概20分钟，那会众全部都在他的位置上面，听这个灵魂般的声音，带领会众进入敬拜。所以崇拜敬拜赞美，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人来唱歌，我觉得有乐器也是蛮好的。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手中团可以带领我们一起来举行我们的敬拜赞美，很大的心愿交给你们。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3节。哥林多后书6章1到13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现在由诗班献诗，今天要献诗的歌名是《我的见证》。
以下由本堂的蔡伟文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爱到深处无怨尤”。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聚会。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是我们荣光堂的59岁的生日。那刚刚我们的诗班我们有跟他们有这个特别的指导，他们说一定要唱哪一首没有，但是这一首歌相当的好，也很衬托我们今天的需要。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叫做做空前绝后的事情，我喜欢做承先启后的事情。荣光堂的59年，其实我们也在承先启后。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一些的困难，我们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的难处，然而我们现在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不是我们好像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标准，或者是一个目标。当然有很多人说现在荣光堂是相当美好的是相当这个有规模的。那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有继续往前走的空间，我们有继续向上发展的机会。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教会继续不断的健康成长，就像孩子成长一样。那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影片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59年来的一个经历跟历史。那这个小短片它配合着一首诗歌，那是我们的年轻人所帮我们制作的。那把过去59年前到现在很多的照片把它结合在一起，还有影片结合在一起。那这当中你也许会看到你自己，那或许你会看到一些你没有看过的人或许他们是一些已经是历史了。但是如果没有过去的这些历史，我们没有办法走到现在。所以这是我们要从过去前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去继续在他们的基础上往上走。好，所以我们就请大家要来看这一段的影片，大概短短的5分钟的时间，但是让我们去重温一下59年来我们的教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教会的健康成长跟茁壮。好，那请我们的影音同工来帮我们放一下这个影片。大家稍待片刻要制作这个影片不容易因为做长片容易，但是你要做短片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然后又要在5分钟里面把59年来发生的事情跑一遍，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就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影片你奇妙的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好，1965年到现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的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
们，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见面，也很高兴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荣光堂。荣光堂是一个友善的教会，是一个美好的教会。很多人把教会当成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这个社区许多朋友的家。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立许多年的时间。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可以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社区产生连结，跟我们的城市产生连结，跟我们的国家产生连结，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万人的祝福。好，谢谢。刚刚有另外一个我在上面。好。我记得5年前我刚来到荣光堂的时候，你看一晃眼5年我们有3年的疫情，然后就突然间这样一晃眼5年过去了。我记得5年前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说，也许过去的日子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以后你们会有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还继续在写教会的历史。各位知道，其实《使徒行传》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如果各位看《使徒行传》里面，好像没有结束，对不对？好像它的最后都好像还继续，应该有一些故事，一直到现在2000年来，我们继续在写着教会的历史。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的荣光堂也占有一个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写历史，让我们一起来写教会的历史。当我们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把这些的历史摊开来的时候，原来我就在这个地方，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创造教会的历史，来写教会的历史。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我们从这个基础往上走。有很多的堂会到现在都还是租的，都还是没有自己的会堂，但是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会堂，而且是被称为是在高雄地区，当然不算是最漂亮，但是应该也是算蛮前面的比较新的会堂。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善用这些的资源，善用这些的丰富，能够继续的往前走。那当然往前走必须要有继续的有人来付出好，所以牧师先在开始前先讲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好，有一个年轻人，他要跟他的父亲问说，爸爸，请问一下，结婚大概要花多少钱好，那这个父亲这样讲，他说，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现在我还在付。知道那个意思吗？我现在还在付钱所以花多少钱不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家里面要有人愿意去牺牲，如果不是家里面要有人愿意去付出跟投入，其实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昨天各位如果有来教会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教会办园游会，摆摊还有这些的前置工作，当然很辛苦，这不容易。但是各位知道，其实我看到一个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当结束的时候，我们没有人跑掉。所有的人留下来把礼拜堂整理完之后才离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不是我只是来这个场所或场地来参加一下，这是我们的家。所以当这边需要的时候，我有没有在这里，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里看成像是自己的家一样。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家是更多的人付出的参与，而不是只有享受。当然我们要享受，我们能够享受别人的服事，但是我们也能够去服事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如果你没有圣经，拿圣经的话可以拿手机，但是不要刷到 LINE 上面或者是游戏上面好，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一起念。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跟大家工商服务一下我们2楼有制作精美的各个小组的一个介绍跟图片，那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2楼去看。
那等一下主日结束后邀请大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到2楼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自己的小组，或是我们的执事会、我们的制服学院，它是有哪些的活动，有哪些的一些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去了解、跟认识、跟参与，也了解我们的教会。教会应该是一个家，它不是一个只是来打卡上班的公司，它不是好像来这边只是一个叫做我来享受的餐厅，它应该是一个我们都可以彼此互相扶持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很美的话，就是彼此互相。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常常教导门徒，你要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耶稣把他最好的模范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同样的，他所差遣的这个使徒保罗，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了教会的一些的历史的图片或是影片那我们期待我们能够进入飞跃59，进入到60。应该是从27号以后，我们真正的教会生日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刚好在礼拜4，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邀请大家来。但是我们的用今天来作为一个生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这个飞跃59进入到60年里面从6月27号的隔天28号就是要进入60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进到那样的一个丰盛的里面，上帝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丰富。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礼拜堂刚刚是一个漂亮的礼拜堂，这是60年前的一个照片，刚刚的影片也有。60年前，我们的前身叫做福音堂所以其实我们的教会有改过名字的。各位知道，其实圣经里面有改过名字的人都很厉害，知道吗？有知道哪些人改过名字，知道吗？雅各改名叫什么？以色列嘛，对不对？还有这个约瑟也改过名字的叫做沙发纳特巴内亚，那个太长了好，然后亚伯兰也改了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好，所以通常改过名字的都很厉害，对不对？但是各位要知道，它的前身是什么？它的前身叫福音堂。那当然，福音堂里面有一个幼稚园，叫做福音幼稚园，然后有很多的校友是从这边毕业的那也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过去的福音堂的福音幼稚园，我们是在高雄市是幼稚第00001号的，我们是第一间的立案的幼稚园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其实那个牌现在还在，但是已经因为我们的幼稚园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就是让我们纯粹的做一些的想象60年前的聚会是长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60年前大家只要一张折叠椅、一张桌子，团契小组聚会就可以在那里开始一些的这个参与就可以在这个当中。这当中有很多人现在恐怕都已经年纪很大了。那时候我不晓得林老师有没有在这个场里面，但是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其实也蛮多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因着这样的传承，教会可以继续的延续。所以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年轻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更需要有这样的信仰的延续。也许可能新的世代里面会有不同的表达，但是新的世代里面会继续的用他们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信仰。那这是我们的现在，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合照在我们的当中。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看到过去，看到这个现在，那未来我们要画上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这是我们可以去期待的。但是期待归期待，需要更多弟兄姐妹的关心、祷告跟投入参与，要不然期待永远是期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60年以后，我们能够真正像圣经里面讲说，叫做生养众多。各位知道我们荣光堂有生一个孩子，知道吗？在哪里知道吗？在凤山，对不对？好，那明年60年的时候，孩子会回来家里面跟妈妈一起过生日但是60岁的妈妈应该是可以更加的健康跟成长的。希望我们能够在60以后，我们能够更有机会去建立，或者是更有机会再去拓殖其他的会堂，让我们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让我们可以把整个高雄市能够成为荣光堂的一个牧区，让我们整个高雄市都因为荣光堂来得福。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所以
一定要有人努力，要有人付出，教会才能够健康的成长跟茁壮。所以我们不断的需要有人在教会里面，不管是你在明显的地方服侍，或者是你在暗处的地方服侍，总要有人愿意投入在那里。所以保罗提醒这些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会友，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白白的徒受恩典。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第1节的经文，我们来念一下第1节，一起念来。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好，什么叫徒受恩典？就是白白的得来，但是我却不愿意有任何的回馈或是回应。我想我们现在当中有很多的父母亲、家长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现在的孩子要教养真的不容易。那很多父母亲投入很多的心血，投入很多的付出，但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好像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样来感恩，或是不会感恩，好像认为爸爸妈妈的付出是一个应该的，或者是说这是爸爸妈妈的责任。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赚钱养家是爸爸妈妈的责任，那我的责任就是把书念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应该是教孩子这样，而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参与在家庭的里面。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想要做家事的时候，你要小学5年级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应该要为家庭付出些什么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老妈这样说：妈妈可以的话，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拖拖地，或者是可以让我洗个碗？结果我的老妈给我一句话，她说：你不要做，你不要做，你做了，我等一下还要再做一次。好，所以因为这一句话的缘故，所以从此之后我就不再做家事了。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需要鼓励孩子们多参与在家庭的事里面，多参与在家庭的工作里面。当然长大了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知道说，要让一个小朋友他愿意做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的。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管教儿女，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们知道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愿意的心。上帝帮助我们，一个传道人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教会的牧长也是这样，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成为小组长，成为各个事工团契的这个带领者，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后进，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成长茁壮，而不是只有来领受。所以牧者的牧养群羊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只有让他们去参与侍奉跟服侍，而是让他们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来到教会里，你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与上帝和好跟与人的和好。所以十字架有2条线，一条是人跟上帝的线，人跟上帝的线，我们跟上帝和好。除了这个和好的线以外，还有人跟人的和好。但是我们要先优先的跟上帝有和好。如果人没有先跟上帝和好，我们那个横向性的就很难去和好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时刻与上帝有那个美好的和好跟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我们在领受恩典的时候，应当记得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是上帝恩典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极大的恩典，在他的时间里，让我们可以这样来蒙受恩典。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的8节，今天经文里面引用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应允了我们；他在这个拯救的日子，他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如今坐在这个地方领受恩典。我们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多人为我们祷告跟代求。每一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为这些我们的福音朋友，或是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彼此的祷告跟代求。所以我们如今可以坐在这里，是上帝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来领受这个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除了我自己蒙福，我怎么样来使人蒙福。好，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提到他自己，他说他自己是上帝的用人。
在第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保罗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仆人的样式，他是一个仆人，以至于他要去服侍人。他不是只有领受信主之后，好像就来享受了，他是要成为一个服侍的人。所以上帝拣选了保罗，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他写了很多的书信，他写了很多的一些激励教会的一些的这些的讯息跟这些的资讯，让教会可以领受之后，可以继续将信仰传承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是只有牧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继续跟延续着，我怎么样将这些的各样的这个信仰上美好的事，继续的传承在后面的这些的人身上。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来当一个消费者，很多时候我们是当一个消费者。各位知道消费者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有去过餐厅吃饭吗？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今天厨师炒得好，不错，很好，我多给一点小费。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这叫消费者。但是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我是参与在这当中学习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像消费者，而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的学生。我们要学习跟效法耶稣的样式。好，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但是不是推销员啊！”请大家要记得，我们不是耶稣的推销员，我们是耶稣的见证。各位知道见证跟推销员有什么样的差，知道吗？有没有用过一些产品或用过一些东西？有没有？好，用过的人他才能够讲见证嘛。他用过了什么样的东西？推销员不一定会用这个东西，但是他可以把东西讲得很好。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人很会讲福音，很会传福音，很会讲一些见证，但是要记得，我们是不是真的真实的经历到那样的事情？很多的见证是我们常常去夸耀了些什么，而忘了真正我们要去介绍的，要去让人认识的是那一位耶稣。所以用过耶稣，我们才能够介绍耶稣；体会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介绍，让人认识耶稣。我们不是一个推销员，只是为了要达到某一些目标，把人带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是做耶稣的见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不是只是成为一个推销员。所以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保罗说他要受这么多的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而且他因为爱上帝的缘故，他愿意忍受这些苦。我们来看一下他忍受哪些的苦难。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还有后面一堆布拉布拉很多的地方。好，但是各位知道，其实如果没有一颗爱上帝的心，有谁能够受得了这些的苦？如果没有爱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承受这些的苦难。以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曾经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经历的故事我很佩服这个妈妈，她真的对孩子太有爱了。所以你知道，即使受到当面的羞辱，她仍然没有任何的怨言。这真的是一个父母亲的心啊！这个妈妈她因为孩子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关系，所以她把她的孩子带到马祖去念高中。带去马祖念高中还算容易，但是过程是不容易的。这个妈妈她自己本身学历也不错，她的先生也是一个博士，但是孩子不听话，而且是一个情绪上有困难的，所以这个妈妈她把孩子带到马祖去念高中。在她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各位知道，有时候小朋友情绪不受控的时候，台湾的那个三字经是很毒辣的。但是如果你骂别人就算了，这个孩子他骂的是自己的妈妈。你知道那个在当场当中，我其实鬼巴会给没给他看，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早就把他撤去怕去。可是你知道那个妈妈，她还是很温和的、温柔的告诉这个孩子说：“不要生气哦，慢慢来，我们怎么做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妈妈的爱。
我不晓得你能够不体会，保罗他说他就像这样的父母亲一样，即使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的回应不一定如他所想象的，但是他仍然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戴德生这样说：用爱来征服不能忍受的事情。昨天在园游会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摊位，那个摊位叫做心灵解忧啊。那我只有一个客人，我只有一个客人。那这个客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勇敢，很有勇气啊。这个客人他来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牧师，我要跟你认错啊，我要跟你认罪啊。我说好，那你要认什么样的罪呢？他说我过去有一些什么不礼貌啦，或是 OK 好，那这些我们都听完了之后，那这个孩子他直接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个人，我不愿意在他的面前跟他认错跟认罪，我反而希望他跟我认错跟认罪啊。然后当然我就很有兴趣来了，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你有这么样的深仇跟大恨啊？当然他中间讲的 OK 巴拉巴拉过去，但是他讲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啊，就是他说如果他不先跟我道歉的话，那我就不会去跟他和好。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小女生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我就带她查经，我就跟她问说，你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有一段叫做爱的真谛，知道吗？各位知道这一首歌应该也会唱，对不对？这个经文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好，然后我说，你知道第一句话是什么东西，知道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好，那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恒久忍耐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你不但是要一直不断的忍耐，然后又有恩慈是什么？你又要对他好。你可以了解各位可以了解那个意思吗？你要忍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忍耐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又要再对那个人好，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然而上帝的爱就像这样，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他仍然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爱来征服那个不能忍受的事情，那个不能够原谅的，那个不能够饶恕的，让我们用爱来原谅跟饶恕他。那个爱必须要从上帝的源头来，而不是我的源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那么多的爱可以去献出来，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忍受那个不能忍受的事情。好，所以这个柴培尔这样说：牺牲自己，使得基督的爱照耀人间，是世人所不能忽视的。上帝帮助我们许多的前辈们，许多的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参与在服事、在付出的当中。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给人家馒头，人家不一定还我们馒头，有时候人家还我们的是石头。听得懂意思吗？对别人好，你不一定会有好的回馈，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会被人家丢石头的时候，但是被丢石头的时候，能不能够愿意能够把汗擦一擦、泪擦一擦、血擦一擦，我们继续的服侍他，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教会里面能够持续到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人愿意投入在教会当中的侍奉跟服侍。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这些人在做服事，而是我们也可以参与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有份。所以我们来看11节的地方，保罗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提醒的。我们来看一下11节一起念来：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对你们是打开的，心是宽宏的，好像爸爸妈妈一样，对孩子是打开的、宽宏的。但是孩子不一定对我们是这样子，但是他仍然要这样做。所以有爱的服事才能够有永远的价值。如果没有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继续下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里面是有爱的。有很多时候别人给我们的回应不一定是好的，别人给我们的回馈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因着爱而服事，我们会看到美好的果效在我们的当中。所以13节我们看到保罗真的用这样的一个宽宏来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们来看1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的后进晚辈，我
我们觉得他现在不太受教，或者是觉得他现在听不进去，或许他有一些反抗，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有极大的爱心跟耐心，让我们能够持续的、不断的来教导我们的后进。爱是永远不放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永远不放弃。也许一个服侍了很久，好像没有其他人来接续，但是我们仍然继续的在那里坚守。爱是永远不放弃，并且来教导人来接手这样的工作，训练人来接手这样的事工。爱是永远不放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放弃任何的可能，不放弃任何的希望，以至于我们在60年以后，我们会看到教会更加的增长跟兴旺起来。当每一个人都投入一份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美好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保罗他对教会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耐心跟爱心的投入。或许有很多人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很难走下去，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来，回到耶稣基督里面，重新找到那个爱的源头，让我们被爱充满了，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爱那些也许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爱上帝的体现就是愿意去服侍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不是只有看别人服侍，而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能够在教会当中参与些什么。戴德生这样说，他说能将属灵福分散播出去，最安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自己成为具有榜样的模范的个性跟人格。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叫别人去，而是我们自己能够成为那样的带头的人。昨天在这个园游会的当中，我们有一个摊位是神学院的介绍。那蔡慧秋老师可能大家很多人认识，他是我们的延伸班的班主任。那他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事情，他说领袖跟领导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老板跟这个领导是不一样的。老板是叫别人去做，那领导是请大家跟我来做。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是不容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等着期待别人，而是我能够参与。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她说我们教会没有祷告会怎么办？我跟这个姐妹讲说，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第一个到圣台前，我们跪下来祷告，让我们成为祷告会的第一个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榜样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为领袖的要像服侍人的，在教会里面不是指挥人的，而是服侍人的才是最大的。第二个，爱上帝的体现是在患难中的坚持。所以即使在很多时候果效没有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仍然竭力来做主工。所谓的竭力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尽最大的力量来做主的工作。昨天在园游会当中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全心的投入甚至在那个地方即使大太阳的当中，昨天温度很高大太阳的当中，他们仍然在那里站在那里来做服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能够坚持跟持续不断，这个是体现爱上帝的一个表现。所以即使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的人，这样在这个盼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作为。所以在哪里有上帝的话宣讲，在哪里就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在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跨过59年，我们持续的在这里教导真理，持续的在这里教导上帝的话。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体，我们都在这里衷心的摆上自己，让教会能够持续跟不断的继续的繁衍在这个地方，甚至让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第三个，爱上帝的体现是对人有宽容。不管是我们宽容服侍我们的人，或是我们宽容那些被我们服侍的人，这两者都是一样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不一定被人接纳，也许有很多人拒绝被我们服侍，但是我们仍然用宽容的心包容跟接纳，就像保罗包容接纳教会一样，接纳哥林多教会一样，仍然用爱心持续的对待。当然有很多人对我们的对待态度也许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仍然用宽容的心去接纳跟包容那些对待我们不好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调整跟改变。所以比起填满弟兄姐妹的脑袋，其实更需要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上帝的爱来感动，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行动出来。所以昨天我也是跟一个
弟兄这样讲说，从这里到这里是最不容易的，从脑袋里面到心里面，你愿意这样去做是不容易的。求上帝常常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知识里面，而且不是只有在感动里，让我们能够在行动上来显出爱上帝。因着上帝的拣选，让我们的教会可以设立在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标准，没有达到这个好的标准，但是我们仍然持续的在所在的地方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在这个复活之后，曾经对他的学生彼得讲过这样的话。各位知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的学生12个人，他们只剩11个，他们就跑去跟随彼得去打鱼了。好，但是当耶稣在岸边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3次的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我想他3次的原因是因为他3次不认主，所以耶稣给他3次的机会，告诉他说：“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当然最后一次他很勉强的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牧养羊不是只有牧师的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上帝有很多的羊在我们的身边，成熟的基督徒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后进晚辈，让他们也领受跟我们一样领受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发挥爱心，牧养我们的小羊。愿上帝来祝福我们。今天是我们的59岁的生日，是我们共同的生日，教会的生日。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切大蛋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会分到有一个小小的精美的杯子蛋糕，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生日的时候，我们参与有份。59年不容易，让我们持续59年之后进入60，让我们能够蒙上帝的恩惠，再往前走，让上帝的祝福跟恩典随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荣光堂参与有份，让我们有机会参与福音的事工。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完美跟不完全的地方，但愿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在我们的服事上有份。还没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燃起我们的热情，让我们愿意以服事人为乐，以服事人来表达我们服事上帝。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差遣人的教会，能够成为是一个使人得福的教会。愿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谢谢蔡牧师为我们阐述上帝的话语中的启示和真理。现在喜乐手中团他们要为我们献诗《Hark the Glad Sound》，听听这喜乐的声音。
我心里突然有个感动，我们给英慧老师鼓一下掌好不好？他每个星期从台南来哈，其实我们教会诗班每个礼拜练习，我们的手中团也是每个礼拜练习，否则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嘛。就像诗班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唱一条新歌，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辛苦。我觉得脸书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它散播很多谣言，对不对？但是它也会跳出许多记忆里的东西。最近呢，我的脸书跳出一个我10几年前的照片，我百感交集。想到呢，我刚来荣光堂的时候，我还不到30岁，我现在是60几岁的老妪，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张照片呢，是我站在我们桂林街的教会门口。我为什么百感交集？因为那个是我们0001号幼稚园最后一次的毕业典礼。那我是因为我曾经在学校工作，所以我当了我们幼稚园10几年的董事，那是最后一次我站在那里。所以呢，在座可能很少数的老先生老太太跟我一样是经历过我们搬迁过4次嘛，除了林老师林师母啊，这个我们的荣民兄夫妇以外，很少人是经过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们应该是更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呢，就像牧师刚刚说的，我自己觉得，我在这边学习很多，但是当然我也付出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因为一下子我们就老了。所以在座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请你把握你最美好的时光，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奇异恩典》，心灵粮诗选第245首《奇异恩典》，我们起立来唱，我们唱全首。将来新年圣徒欢聚，热闹爱意见面，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现。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是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的话呢，请你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面前经过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乃是理所当然。尽我们的心思、力量、金钱的奉献，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之上，使它用得合宜，荣耀你的圣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我们的教会。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现在我们来介绍，今天有一位新朋友，陈姿君小姐，请欢迎你。会后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交谊一下，让我们多认识你。现在我们来唱。还有一位，好，来，请。哪位能够介绍他的名字，让我们知道？好，戴娜小姐，欢迎你。希望你以后常来，不是只有敲手钟的时候才来。好，我们来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女。因着耶稣有梦，因着耶稣成就我的生命。好，我们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拱手问安。
现在我们来报告教会的消息。还有一位，好，来，请起立，让我们看看你。欢迎你来参加。贵阳，来起立，让我们看看你。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今天是本堂59周年的堂庆主日，愿上帝祝福我们迈向第60年。如果弟兄姐妹们有纪念文章或者与教会互动的照片或影片，欢迎送到办公室做统整。大家是喜欢收集证据的人吗？我是。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很多的倩影和英姿，在我的手机、电脑、什么相簿一堆哦。好，我有机会把它找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是教会的生日啊，所以我们真的把生日蛋糕拿出来了啊，上面插着59，明年就是60年了。那期待我们这个飞跃59进到60啊，我们都能够蒙受祝福。那教会的生日也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日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份这个小蛋糕。那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公开的切，所以我们就一小份一小份给大家啊。好，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好吗？为我们的教会庆生，也为我们庆生哈。我们一起来唱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再一次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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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祝福。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的荣光堂过59岁的生日，带领我们进入60，能够看到更光辉、荣耀、灿烂的前途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走上这路，并且你与我们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所有的蛋糕，让我们吃喝都能够身体健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记得大家回去的时候要领一个啊，谢谢。所以现在是只让我们闻香而已。对。好，我们待会记得下楼的时候每个人领一个蛋糕啊。好，我继续报告。下主日6月30号呢，我们国语堂会邀请凤山的吴一慧牧师要来这边分享。那蔡牧师和师母会前往凤山去讲道，请为这两边的牧者往返的平安来祷告。那成人主日学呢，下个星期就是最后一次上课啊。就是我们的春季班最后一次上课，然后在7月7号当天，我们要颁发勤学奖，那请弟兄姐妹能够把握时间，比方说啊，我们这个诗歌介绍和教唱班，我们经过2、3年哦，已经技术精进到我们组了乐团跟小诗班了。那弟兄姐妹不要急着回家，如果你愿意花1个钟头来学一首诗歌，并且知道这个诗歌里面，这个作词作曲者他们的创作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当牧师选了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不会唱，都很安静，这样对不对？好，欢迎你们下期有意愿的话，你们可以来报名我们这个班哦。好，那2024我们总会的 MYF。卫理青年团暑假会举办开启小铃铛 Follow Jesus， 邀请我们的青少年来参加。活动时间是7月18到20号，费用是3500元哦。那教会都会有补助的。那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回家可以就是在升小6到高3毕业这一段，你家里面的子弟或是邻居，你可以介绍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营会。那有大2以上的弟兄姐妹愿意当辅导，也是非常的欢迎啊。因为这种聚会，年轻人嘛，一定是非常需要多一点的辅导来跟他们
一起生活、交谊、教导他们啊。那请大家有意义的话呢，都来报名。我们的教会预计在7月份开始，牧师非常的忙，我们大家放暑假了，他要开启发实验课程小组啊，在每主日后的就是我们聚会完以后，11点半开始1个钟头，为期12周。那这个课程有供应餐点哦。我们依报名顺序呢，总共12个人为止就截止了。从现在开始报名。上课是免费的。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可以跟蔡牧师或者是办公室来报名。那我们教会呢，为了要做少子化的这个运动啊，我们响应它。那我们在7月份开始就会减少1/3的周报量。教会会在各群组呢张贴我们的报告通知。那如果你还需要纸本的话，你没有找到纸本，那你可以跟办公室来索取。我们教会7月8号呢，还有推动暑期读经课程。第一班呢是在星期六的早上，要用台语来读经。那他读的是马可福音。那每周5晚上7点到8点有线上 LINE 的群组有读书分享会，分享的是灵命成长的52个好习惯，这也是免费的。即日起报名来向办公室报名。要5个人以上才能开班了哈。那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有生命品格分享会，欢迎大家下个礼拜一起去分享。以下的事情还有我们的全国姐妹会已经开始报名了，举行的时间是8月16号到17号，是在苗栗的西湖度假村。这次的讲员非常特别，是天域合唱团来替我们主领哦。要报名的可以向朝平干事来报名。那也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实体，就是到教会来参与查经祷告会。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我们同时有直播。那下一季的主日崇拜服饰表已经刊登，需要纸本的呢，请洽办公室。那请问牧师有？好，那我们的肢体消息。还有我们身体不适的这些名单都在下面。我们待会儿，我们崇拜结束后的电乐时间，我们可以抽一点时间来为他们还有这些事情来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来祝祷。弟兄姐妹，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的荣光堂能够过去59年的时间，即将要进入60年，带领我们进入你丰盛恩典的里面，让60年成为美好开始的一年，也成为我们进迦南的一年，让我们能够领受一切的丰富，并且能够回应上帝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在订阅中，请为今日的报告事项与需要的肢体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